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！我哋今日嘅主題係最當仁不讓星座 Top 3。第一名白羊座，第二名獅子座，第三名摩羯座。第一名白羊座，積極指數98分。白羊做嘢從來唔會猶豫，天生就有一種搶先出擊嘅本能。無論係工作定係人際關係，只要有任何空間，佢哋都會企出嚟主持大局。佢哋並唔係想贏啲乜嘢，而係佢哋天生就抗拒做被動嗰個。第二名獅子座，積極指數93分。獅子本身就有住強烈嘅存在感同埋責任感，自然就成為團隊入面嘅核心人物。佢哋唔驚俾人見到，反而好享受成為舞台上嘅焦點，擔當住重要嘅角色。一旦局面出現混亂嗰陣，最早企出嚟嘅，經常都會係佢哋。第三名摩羯座，積極指數90分。唔好俾摩羯表面嘅冷靜呃到，其實佢哋好重視成果同責任。一旦出現有啲嘢冇人肯去負責嘅時候，佢哋就會毫不猶豫咁接手處理。咁樣並唔係想出風頭，而係佢哋信得過自己，覺得自己做嘅嘢永遠都係最令人放心。唔知你又屬唔屬於呢啲積極主動派呢？快啲留言話俾我知啦！記得追蹤、點讚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個主題再見。